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主，互阮自己伫主的面前，请咱做伙安静心，有备咱的心，用祈祷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荣耀归伫爸上帝。大家平安。腓立比书2章9-10讲，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，赏赐伊迄个名，搬过伫万民的顶面的，互囝仔伫天、伫地、甲地下，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，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，来归荣光爸上帝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阮来敬拜。心灵里是主。
们要得胜的宣告，应许祝福将临到。我们要得胜的宣告，荣耀的恩典将临到。邀请大家一同从座位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高唱哈利路亚，宣告主的名。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。信心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他的应许现在就要临到。一起开口，我们再次来宣告：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。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神的宣告。我们再从头来一次，我们要信心的宣告：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。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神的宣告。我要得胜的胜宣告，应许祝福将临到。我要得胜的胜宣告，荣耀恩典将临到。我要得胜的胜呼喊，耶稣你为我征战。我要得胜的胜呼喊，忧愁惧怕都逃跑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天天唱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。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
得胜的宣告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，这是我得胜的宣告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哈利路亚！请坐。主啊，只有你牵得敬拜甲尊重，万龙的王，万主的主，阮要高举你的圣名，直到永远。坐伫宝座顶，圣嘅羊羔。坐伫宝座顶，圣嘅羊羔。我你敬拜阿拉，古早现在直到永远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坐伫宝座顶，尊贵羊羔。敬拜阿拉，阿拉尊贵耶耶万世，荣归乎你的高永远。万龙的王，万龙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逐日拢充满你的恩典。
阮奉耶稣的名来敬拜你，阮要出大声来学乐你。阮要将一切尊贵、荣耀甲学乐，拢归互坐伫宝座顶的羊羔。恳求你的圣神，即时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你要透过圣经甲牧师的讲道，传达你要对阮所讲的话。求你互这的话，成做阮性命的美牛，加添阮属灵的气力，活出你的真理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因为我的拯救近啊。我的公义连边实现，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三角来吟圣诗第303首。主，我要学乐你，请去吟全首。徛伫共读新的诫命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我，你着听主伊亲像家己。这条界是绝对我甲先知的总分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你。你也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三角来启应上帝的话，启应文第48篇，以赛亚书53章，我来启，兄弟来引。咱所听到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的贵待，捌对啥人免死。上主予伊的仆人，亲像新的影孵出来，亲像阮对大地发出来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好看头，通吸引咱。嘛无好看的面包，互咱通仰望。伊互人看轻，受人气杀。
人黄面毋看伊，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，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。伊为着咱的过失，互枪插；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，伊受压迫，受苦楚。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抬。伊拢无出声，伊受无公道的审判，互人掠去。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受鞭拍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，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互伊受鞭拍、受苦楚。伊会长火想，看到囝囝孙孙。经过受苦，伊会看见光。我伊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，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。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，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。下面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乐上帝，伊要唱的诗歌是《举看我》。
愿一切荣耀归予天顶的上帝。三角来讲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34篇第8节。诗篇34篇第8节，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强读。恁着试看，就知耶和华是好，倚靠伊的人有福气。这是声蔡牧师来正道，伊要正道的题目是“主的疼带落改变”。大家平安。咱要来分享的代志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们爱你，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里面，让我们听的跟说的都能够得着益处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，互阮有灵敏的心，互阮有一粒听心，不只听咱的上帝，嘛是听咱周围遮的身躯边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的灵感动我们，让你把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，重重的放在我们的肩头上面，让我们不管是0岁或者是到99岁，主，我们依然都需要有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仔日是教社主日我代表这个教社部来遮来甲大家请安甲报告，嘛是邀请咱每一个人为着教社部来祈祷，所做的事工来祈祷，嘛是为着教社部来奉献安尼。所以今仔日我要带来的这个题目叫做“主的疼带落改变”，主的爱是会带来改变的。所以很多现在我们现在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即马现在咱的文化，阮老爸迄代迄辈的文化，阮老爸已经过身去啊。阮老爸迄辈战后婴儿潮的文化是啥物事？你若甲囡仔无条件的爱他，他其实是会堕落，伊会堕落，伊也唔知影好歹，他会不知道他自己应该要做什么。可是现在的研究不一样，即摆的教育的研究是无共款的，听，互一个囡仔感觉到快乐，无代表伊是无竞争、没有竞争力的。就是说，让一个孩子快乐，不代表他以后会没有竞争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主题主的疼带落改变是真实的，因为主就是安尼来疼咱的，这就是福音的本质。咱敢有主观经历着上帝的疼，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。唔知影咱敢会不会分不太清楚？会不会分不太清楚？咱是敢若相信上帝那尔，咱是敢若相信上帝耶稣会疼，还是咱有经历着耶稣会疼？这是无共哦。伫咱的圣经今仔日他拄啊，书会当讲带来的这个经文34篇第8节，他就说什么？他就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伫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内底嘛是安尼讲，伊讲甲愈清楚，伊讲要亲自体验上主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伊讲要亲自体验哦，爱亲自体验看卖的上主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上主的话不是拿来用的而已，它是你自己亲身要有这样的经历，不是用在别人的身上。所以如果咱也无感受过，也不曾经历过，无曾经经历过，无有亲自体验的，当像现代中文日本所讲的亲自体验过，安尼上帝的美善就袂伫你的心内慢慢长大。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学习圣晓上帝的恩典，去圣上帝的恩典，学习感恩的重要性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感恩？我的生日是伫感恩节出世的，我是11月25。我不是要大家送我礼物，我是要讲11月25号出生。我妈妈从以前小时候就告诉我说，你就是感恩节生出来的孩子，所以你要学习感恩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关联，因为我就是他的预产期就是那附近嘛，11月20号，所以你要学习感恩，你要学习数算恩典。我小时候我非常不会学习，我非常不知道为什么要感恩上帝这件事情。他知道，我知道，他知道我心里很感谢他，这样就 enough， 安尼就有够啊。
然后慢慢啊中大，我就渐渐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要感恩。因为一个人不感恩，一个人没有数算上帝的恩典，他就不知道上帝到底多爱他。这个跟你之后要回应上帝有一个很大的关系。所以，各位主所听的，我们要学习圣效上帝的恩典，在咱的生命，在咱个人的生命里底，咱敢有感恩最重要的。当我们没办法体会，当咱无感觉，这其实会影响到咱如何来回应。就是我头拄讲的，这很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爱、上帝主的爱跟主的恩典。更具体的来说，更加具体来讲，就是咱安那互人，我们如何给，不管是给人还是给上帝，我们如何给，就能够看得出我们对于收或对于得到的观念是如何。不管是咱咧讲11奉献也好，或者是咧讲物质的这个有帮助、有需要的人，物质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是讲伫教会内底服侍，伫教会外的传福音、体力的服侍，或者是时间的付出、付代价等等的，你想得到的。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想的是我摕到的、我得到的、我收的，这一切拢是我的。既然是我的，我就会有自己如何使用与如何管理财务的这个 get up 系统。我的头脑里面就一个价值系统，这是我的所以我要把它按照我的方式管理好。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如何管理财务与如何管理自己所得的。我所拥有的这一些的这个价值系统，当然对于给出去这个动作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标准。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。你按哪用钱？我们如何使用时间的？我们如何带领孩子？这完全都不一样的价值系统。所以对于某一个人事物来讲，咱的是当给的很阿萨利的哦。你在什么状态下可以给的很阿萨利？比如讲有人有这个朋友，他对朋友就很乐意给，朋友要跟他借钱，他就很容易借。然后家庭里面男生是不是都这样？男生就偷偷借朋友钱啊。那个连续剧现实也是这样啊，就是然后太太会说你哪个借人钱啊？你都有需要啊，咱处理那么需要吗？就是会有这个争吵。什么地方是你给的很阿萨利的地方？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兴趣的事情，很有兴趣的事情，我们是很容易掏出我们的薪水放在这上面。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爬山，你就登山装备真的是很贵的一个东西。那你每个月拿到这些钱买登山装备，但是你有没有同样的拿到这些钱，我们能够付代价在主的教会，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很重要。我们常说，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有些人说敬拜赞美不要唱得太投入，为什么？因为敬拜赞美会让我们的心被激起来，让我们就是在激起你的爱心，对主的爱，然后你会非理性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言论有点奇怪，因为当你把你的钱、把你的情感放在你所有兴趣的人事物上面，某种程度，为什么你会觉得爱神不能够这样爱？为什么你不能够很投入的，就像大卫王一样，在神的面前开心跳舞唱诗歌？但是今天你却说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不能够太投入，不能够太用情感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能够来投入在我们有兴趣的人事物上面？我们也要照样的能够把我们的情感、意志，把我们的智慧跟理性都放在教会里面，这是非常的重要，放在神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咱讲到这个，我们对于很多人事物，咱会当给的很阿萨利，但是对于可能某一个部分来讲，你要爱我给出去，这是难上加难。譬如讲现代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对于性跟对于金钱这两者的价值观，我们要很知道现在的这个世道是什么。对于性跟金钱这两个价值观，
甲咱基督的信仰的价值观是整个 upside down， 就是整个颠倒的。现代的人对着钱，现代的人对着钱是紧紧的放在口袋，不能够跟别人分享。你要我从口袋里面掏出钱，给哪个团体，给哪个组织，给哪个人？你必须要跟我讲你的故事，你的意义感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性的部分，身体，现在人来说，身体是可以共享的，辛苦哦，是可以分享的。我在这边看到一个男生，或者在这边看到一个女生，我 OK， 他也 OK， 我们就可以分享我们彼此的身体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身体要谨守，袂当分享，但是金钱是会当分享的。你看差多少？差多少？所以我是牧师，不是，但我不是，我这样说不是要敛财，不是要说大家把钱整个都拿出来分享。我必须要实话实说，世界上对于钱跟性的观点，本来就跟教会里面是整个转换过来的。一个过身的美国的这个救赎主长老教会的牧师提摩太凯勒牧师，伊捌讲过，伊讲我们要让钱，它就真的只是钱。他说：“我们真的要让钱真的只是钱，不然就糟糕了。不然很多时候钱会跑到比耶稣还要高的位置。很多时候，那个我们借着上帝想要的那一个，才是我们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借着上帝而想要得到的，我借着上帝，我要祷告，让我的子女更考上南一中，考上男女，我要让他补很多的习。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怎么没垂听我的祷告？好。”你知道上帝要把你的孩子带去哪里吗？他可能可以上一中或男女，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上一中男女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我的财务有问题，我的财务有问题，你敢让我救？当今天上帝没有祝福我们的财务的时候，你对于上帝的看法是什么？我们就不信上帝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让钱，它就真的只是货币。不然我们就糟糕了。你敢知影每一遍咧11奉献，咧奉献的意思是表达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每一次我们的奉献都在表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跟上帝讲说：“上帝啊，这个钱我握在手上，这个钱没有比你还重要，我可以给出去，我给得出去。上帝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但是我可以没有钱。”上帝，我可以没有钱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你。你每一次在奉献，都在讲这个道理，你跟上帝的之间。所以，咱就会当知影讲，为什么咱一直在给大家传达一个观念，就是认识神，咱信耶稣，咱军队主，就是一场又一场的价值观的冲击。有的时候我们听信息会很不舒服的原因，就是在这里，因为他一直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，一直是一场又一场的价值观的冲击。你看少年财主多冲击，他觉得他自己都有了，他跑在上帝面前说：“我应该的。”他就是心里想说：“我应该可以得救，我花很多钱捐给穷人，然后我自己又把自己顾得很好，我的父母亲也顾得很好，我的子女也顾得很好，我的朋友周遭的人，他们都因我得着祝福。OK， 我要来到上帝面前了。上帝耶稣跟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夫子，他说上帝，耶稣我可以得救吗？”耶稣说什么？还不够，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一半捐给穷人，然后你还要来，你要把你所有的捐给穷人，然后你自己本身要来跟随我。然后呢，这个少年财主他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吗？有一个神学家，他说：“上帝呼召人来，上帝呼召你来，是要你为了他而死。上帝呼召一个人来，是要叫他为他而死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越来越凶恶。如果你一直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让世界和平，让世界和平啊！”但是圣经都不是安尼讲啊。圣经讲什么？圣经讲末后的日子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会有瘟疫，会有饥荒。
会有战争，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，还有地震，地要大大的震动。现在地震越来越频繁了，不像以前几个月甚至几年才有一个。现在世界各地都常常在地震，之前没有发生地震的国家，现在也在发生地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目前打开新闻，你会很难过，好像没有上帝似的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上帝的话，这就是他要再来的预兆，这就是他要再来的预兆。如果我们一直祷告，我们要蒙福，我们要有钱，我们的子女要读好的，要在好的地方工作，台插电。这边如果台积电的员工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我只是在说我们的追求常常是这样。我们还信耶稣吗？我们还信耶稣 ？COVID-19 最近又在台湾，我每次带小孩出去，他又说，我有一个小孩快要2年，然后一个女儿快要9个月。每次我要带他们出门的时候，旁边就会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讲，你要较注意，最近 COVID-19 在流行啊。他们就这样跟我讲，我就说好，可以，那我就是好好的注意一下。一场又一场的价值观的冲击，滚对住，就是在扭转，在改变，在更新咱的价值观的系统，你的诠释系统。所以神的话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不可追随这世界的潮流。”我们如果有很常读圣经的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这句话。这个是不同版本的 CCB 当代译本，这是当代译本。他说：“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，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，这样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，什么是纯全，蒙他喜悦的。”要跟着神，心要跟着神，而不是心要跟着世界。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讲什么？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呢？讲到做清澈，同化，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，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，要让上帝改造你们。改造是从什么东西开始？从你的思想，从你的价值观，整个影响到你的行为、生活跟生命。他说要让世界。不要让世界同化你们，要让上帝改造你们，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，好查明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知道一起良善，一起婉转，可蒙喜悦的。我们很难付出，跟给人付出的上游，我们给出去是我们做的决定。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？是因为这个世界跟你讲。你所赚的，你所得到的，拢是你的。对啊，咱拢是新人，我们每个月拿到的钱，真的都是我们的，没错。世界讲的也没错。第二个，你得到，全是因为你靠你自己的努力打拼来得到的。这个世界告诉你，你得到的就是你用你的劳力，用你的时间。用你以前到现在所累积到的一切，受过的教育累积起来，你靠自己打拼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很难给予，甚至很难奉献。但神却说：“你所得到的，你所赚的，拢是我丰盛的给予。”弟兄姐妹，圣经明明白白的讲说，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是他给的。得获财的能力就是工作的能力。就是你的意志，你的智慧，是他所给你的。你所赚的都是我丰盛的赐予。第二，你能得获财，是因为我将我的能力，我将我的亏力束缚给你。然而，圣经讲，若不是耶和华，你就枉然劳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害怕什么？我们在担忧什么？这其实都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担心，我们的惊吓，其实这个表明讲，咱生命的
第一优先的不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不叫我们担忧，耶稣不叫我们缺乏安全感。所以如果咱认捌上帝，咱真清楚知影上帝对咱所管理、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心意。如果你知道上帝对我们所管理、所拥有的一切的心意是什么，咱嘛愿意和这个价值观来塑造咱，来更新咱的价值观、咱的性命，对我们如何给出去的这个价值观，我们才会合神心意哦。你所得的，你知道那是上帝所给你的，你给出去的才会是合神心意的。所以，咱倒转来到底，咱一开始所讲的，咱的主观经历着上帝的疼，你感受着，你受着上帝的疼，有偌深，有多深刻，有偌深，会决定咱怎样来回应，决定我们如何给出去，我们如何回馈，在主的教会也好。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周遭还没有信耶稣，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就有多热切。我们的神是不离不弃的神，阿们吗？我们的神是不离不弃的，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心里会不会觉得说，现在我经历偌济，我的付出偌济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真正常啊，为什么爱一直把这个观念提出来讲？有什么好讲的？我不是在跟大家讲奉献、付出。给予这件事情这么单纯，我要讲的代志是，立为主所听兄弟姊妹，我们的生命经历到主的爱有多少，我们的生命改变就会有多少。你经历到主的爱会有多少，我们的生命改变就有多少。我曾经在澳洲1年打工度假，那时候生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上帝也，我觉得有一段很埋怨上帝的日子，我就去到这个澳洲打工度假。其实台湾人去澳洲打工度假有很多的诱惑，性上面有很大的诱惑，还有你可以在那边为非作歹，你可以卖一些毒品来赚取你更高的获利，你可以做很多在澳洲当地。或者是在台湾当地也是违法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为什么在那个自由的领域啊，没人管你对啊，我跟着一个人去呢？为什么我没做这些事情？我不能够说我在那边活得很好，但是为什么我不做这些事情？因为我若想到，我有一个老爸，我有一个老母，伊伫台湾，伫台南，我还有一个阿公阿嬷，为着伫台南，为着我祈祷。弟兄姐妹，我经历到这个爱，我真的做不出来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经历到主的疼有偌济，你的生命改变，你的回应就会有偌济。咱爱知影，咱的生命如果袂当改变，我告诉大家，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指的是生命，我指的是性格。你的生命若无法度改变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唔知影你感觉如何？有一寡人可能会感觉做自豪，感觉做骄傲的讲，我感觉真好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坚持的人。一体两面嘛，对吗？我很好啊，我是很坚持的人，所以我不轻易改变。阮某就爱听我的，阮翁一定爱听我的，阮囝日是谁一定爱听我的。我公司我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公司的人都爱听我的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觉得很骄傲，你的坚持，你很自豪，没有错。但可能有人因为你的不改变，莫名的坚持而受苦，而受委屈，已经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，是一个祝福，不是一个不是一件做困难的代志，不是一件很厌烦、很烦人的事情。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，就代表我们能够透过学习，我们能够透过操练，我们就能够得着。很多东西也没办法改变，我们的外貌。我们的声量，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没办法改变。那弟兄姐妹，
生命是可以改变的，生命是可以变动的。所以，立为主所听的，咱中间可能有人无听我分享过，我的性命比以前愿意比较快的选择柔软、调整甲改变家己，是因为我伫我的家庭内底，我看见我的老爸，我的父亲，伊是一个做愿意持续改变的人。他是一个非常愿意持续改变、调整的人。直到伊离开阮前1-2年，我都觉得他的生命，他虽然得癌症，他过世了，但我都觉得他在生病的前1-2年，他的生命真的有很刻意的在改变、在调整、在饶恕，然后有一些价值观是松动的。你为主所听的，我们都知道要在家人面前改变是最困难的，对吗？在家人面前改变超困难的，但是伫这个上真实、但是是最真实的。而我因为有这样的看见，我看见我的老爸是安尼咧性命，安尼柔软，安尼愿意改变甲调整，就互我嘛成做一个比较上较愿意去调整、去改变的人。这真的会影响，所以人咧讲性命会影响到性命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会发现有真侪家庭啊的问题，亲子的关系、夫妻中间的关系，上困难的就是双方都觉得对彼此很愤怒，双方都很委屈，觉得自己已经改变很多了，已经没有迄个扣带会当去改变的时阵。我们愿不愿意先调整自己，又先改变，也试着从这个争执的当中看见到对方的需要，敢有被满足？你讲牧师你是对啊唔对？我来找阮牧师讲这个讲对方的问题，我觉得我受委屈的问题，你搁叫我回去，爱伫伊面前改变，问伊。主动问伊的需要是啥物，我来满足伊的需要。你是头壳有啥物问题？我就是来找你，就是问你有什么解决办法。结果你告诉我说，我要先改变，主动满足对方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我必须要说，大部分真正是安尼无唔对。昨天要看到一个Facebook 的文章，我没有点进去看内容，但是他说统计数字，他就说台湾的离婚率又创新高。台湾的离婚率又创新高。之前呢，有一个IG 或者是 FB 的几个专业，他有统计一个离婚跟结婚的数据，叫做台南市还台南店，我忘记了。他把各个区都列，好像各个里还各个区都列出来，就是2026年5月各个区有几对离婚的，全部都列出来。然后他说什么？恭喜北门地区还没有人离婚，这个月现在是在统计这个有的没的数字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经济现在很复苏，但是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正一个一个在破碎、在瓦解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带的国中生在昆山教会所咧带领的这个国中生，很多都是在来教会的过程当中。他的父母亲一个一个就离开，母亲有外遇，或者是父亲有外遇，或者是长期家庭本来就不和，然后这样来分开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婚姻有遇到这样的挫折的，我不是要怪罪你，我今天来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很罪恶，没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我只是今天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而已。弟兄姐妹，神就在这当中要操练我们更深、更较大的痛。伫咱感觉到咱无法度去付出的时，咱阁会当改变，咱阁会当调整家己自己的人比较看重的关系，调整自己的人比较看重关系，还是给不出去，然后就坚持腰杆子挺得直直的，执意要对方先改变的人，你觉得哪一个人比较有爱？先改变的人比较有爱，还是就坚持腰杆子挺得直直的人，要对方改变的人比较有爱？
当然是先愿意改变的人比较有爱，所以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最后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情是，人跟人的关系拄到冲突、拄到这个口角争执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愿意先改变、先低头，为什么？3个字 ，kimoji， 因为 kimoji 过不去 ，kimoji 就是情绪嘛，所以会卡掉的是因为情绪。咱 kimoji 过不去，是因为咱卡掉，咱卡掉的都是因为情绪，不是因为能力。kimoji 的是不是能力 ？kimoji 本身就不是能力，情绪不是能力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先调整、先改变，能不能够再去爱，它跟能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情绪的影响力有多大？我们看教会里面的人这样来来去去，绝大部分都是被情绪影响，让情绪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人，而不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说什么？神的话说：“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他说：“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所以，咱查经、咱灵修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查经，我们灵修的目的，我们查经灵修的目的，我们整本圣经，你很夸口，我读了好多次了，抄了好几次，我整个的圣经都会晓背啊。基本上没几款人我知啦，我只是夸饰法。但是我们灵修，那个修字是修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修剪？我们灵修，每天灵修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修整？咱敢有愿意被修剪吗？敢有？咱查经，咱的性命敢有被上帝的话查验？我们查经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上帝的话查验？还是我们都查验别人的生命符不符合上帝的话？有让神的话真实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吗？改变我们的生命吗？让我们领受圣经，不是在找生命能够被合理化的安稳，而是在寻求生命能够更像耶稣的地方。我们领受圣经，不是在找生命能够被合理化的安稳。哦，今天我有做到，今天我有做到 ，OK， 平安的平安。啊，今天我没做到，我就转眼不看，或是讨厌这个讲这个话的、讲这个道理的人，而是在寻求生命能够更像耶稣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要寻求我的生命哪边可以更像耶稣。信耶稣不是要互你的性命会当加这几个更较好的人。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是因为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那你真的误会大了。信耶稣是要让你的生命更像耶稣。信耶稣是要互你的性命更较亲像耶稣，不是互你变成一个更较好的人。因为今仔日若有一天你信耶稣，你的性命无更较好，你的经济无更较好，你的子女无更较乖的，你的问题无被解决，你的夫妻关系嘛是安尼那样，你会很失望，你会觉得这位耶稣是根本就无路用。所以立为主所听的，信耶稣的目的，不是互你成做一个更较好的人，否则那又变另外一个生命心灵成长课程。可是你来教会，我们没有付费上课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立为主所听的，最近看到一句话，最后了，我觉得很被提醒，解开我很多的误会。他说性格不是完美，咱拢感觉到性格是完美嘛，但是有啥物人会当达到性格这个标准甲这个程度？伊讲性格不是完美，而是愿意不断被上帝来修正。圣洁不是完美，而是愿意不断被上帝来修正。立为主所听的，咱的性命敢有不断愿意被上帝来修正？我在观察，我们大概都不太喜欢听到生命要完全，生命要追求这个卓越，爱不断突破，爱成长这款的考核。
我们都不愿意听到，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喜欢。我不是说大家，我是说每一个人，包含我自己在内，我们都是听到成长、要突破啊、要改变啊，我们会觉得好累哦。我这场内底已经添5天啊、添6天啊，你今仔日我来教会，你要叫我改变，那会遮忝？信耶稣那会遮忝？无毋对，信耶稣就是做忝，毋是安那，因为咱毋是咧拜人，咱毋是咧信人，咱是咧信上帝。敬拜的本质不是我听音乐好轻松哦，敬拜的本质是整个身体打开，趴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没有自己，你连你的脸都不能够看上帝，这是旧约敬拜的动作。敬拜不是轻松的，敬拜拍手，我今天就想要这样啊，我就要这样敬拜就好。我心情不好，还要跟我昂玩 gay， 敬拜就是这样。心情不好，得时不得时，就是这样。我来到家，来到教会之前很不开心，很委屈。我来到这里，我就是知道我要朝见这一位神，我就是爱喜乐。来到神的面前，得时不得时赞美他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。你的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怎么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恩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时或不得时，就是在不得时的时候，就是要赞美敬拜。所以敬拜不是听音乐，哇，好轻松啊！这一首怎么今天歌排这首我就不喜欢啊？为什么不唱另外一首？昆山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这样跟我讲，为什么不多唱几首台语的？为什么不多唱几首中文的？台语使用者告诉我说，为什么不唱几首台语的？中文使用者告诉我说，为什么不唱几首中文的？有时候就是会这样，所以敬拜不在于语言，聚会也不在于语言。当然，我们当然要用全数聚会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来传讲信息，来主理整场的聚会，这是当然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弟兄姐妹，回到这个经文来讲，回到这句话来讲，他说圣洁不是完美，而是你愿不愿意被上帝调整。我们都不愿意听到这个口号，要突破，要追求卓越，但这确实这些言辞它并没有错。因并无唔对哦，伊本地的，咱每一个人本地的爱追求成长甲突破，但他圣洁不是要带我们去达到一个遥不可及，我们觉得很累、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，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、无可挑剔的圣人。信耶稣、领受福音，不是要你成为圣人。是要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不可能靠自己得着拯救，需要有这一位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还在靠自己嘛的行为嘛。我们来到教会都要把自己弄得很好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不是说这样不对，是你知不知道动机是什么？因为神爱你，所以你可以讲出哈利路亚；是因为上帝爱你，所以你可以服侍神。服侍的目的。不是要得到更较侪上帝的疼，服侍的目的是咧回应上帝的疼，所以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。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爱有多少，咱就透过服侍，透过付出实际奉献，透过付出他的时间，我们就能够给多少。上帝的爱就是如此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在告诉你的是，我们已经领受到爱了。那我们愿不愿意再付出更多的爱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先被称为义，然后我们才追求成圣跟圣洁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被上帝救的，好感动，够感动的啊！好，上帝，我这条命是你的啊！你要我爱为你做啥，我拢愿意做。才开始走这个成圣的道路，先称义，再成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洁它是要告诉我们，你的生命的主人是谁，而我愿不愿意被这一位主人来修剪。献给几的公贼，不是完美，而是我愿不愿意被修剪。回到刚刚所谈到的，最后我的生命经历到多少上帝的爱，
与我们咱的性命有偌济改变，这是成正比的。你经历的越多，你就回应越多，这是成正比。所以，当咱常常经历到我们常常经历到上帝的爱嘛，咱敢有每一天拢会当意识到上帝真正足疼家己吗？我们有天天数算上帝的爱吗？这很重要，因为主所听，让神的爱先来改变我们自己。神是不离不弃的，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力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经历到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意识到我们自己需要数算上帝的爱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。因此，我们能够回应主更多。主啊，这个更多不是为了要回应更多而数算更多，而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爱的源头、恩典的源头在哪里。恩典的源头在于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如果我们认错这个源头，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这个动机就会是偏差的，就会是错误的。求主常常校正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常常时时刻刻经历到福音、经历到恩典、经历到主的爱的人，好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你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，这个万恶越来越走下坡的世界里面，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同化，让我们不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生活。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学习像但以理一样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被主改变、被主修剪的人。主啊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圣洁不是一昧的追求更好，不是一昧的成为一个圣人而已。圣洁乃是知道我的生命愿意被我的主人耶稣基督来修剪。求主感动我们，亲自被你的话来柔软，让我们常常经历到你的话语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生命的，我们就有生命的力量跟能力，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回应这个世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三角的吟回应诗，圣诗第543首。我爱学主的款式，请去念全首。请坐，即次请准备心来奉献。
起立。请来坐念奉献宣告祈祷文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手术甲受惠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，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。我深信奉献是圣基督的性命。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命令赐福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请做伙来看周报。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。第一，教会消息：第一，本主日是教社奉献主日，感谢昆山教会蔡约信牧师代表来本会正道请安报告，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本会林英杰兄弟伫昨顺利完成告别式，教会同工代表参加。请兄弟为遗族代祷，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因。第三，下主日举行本年度第3摆圣礼典，由少年会的牧师正道甲主礼圣餐。请兄弟有备心，强守圣餐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过无更正。做伙来读本周金句，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。恁着试看，就知耶和华是好。我靠伊的人有福气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诗篇34篇8节。下面请校长来补充报告。啊？要报告吗？大家平安哦！校长他拄啊行出去哦，我代替报告一下。这个我先介绍一下，咱今仔日讲道牧师啦吼，伊是我阿姑的后生哦，是阮爸爸的亲小妹的后生哦。今仔伊咧讲道哦，我平常时咧听人讲道，拢足严肃的吼，但是我今仔看我听伊讲道哦。对头到尾微微笑吼，笑到尾讲，阮即个家族出了一个遮个讲道一个牧者啦吼，我真正感谢主吼，上帝有即款的恩赐予伊哦，继续拍拼为主做工，这是我心内非常的一个安慰安尼哦，而且简单甲因介绍一下咯，今仔敢有新来。好，伫遮来。即时是公道时间，请为着教会事工、会友的关系、教会捐款、甲兄弟姊妹的病痛祈祷。即时请咱开声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保守，互
愿恁得到平安，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你。恳求你圣神充满阮，赏赐阮属天的智慧，来帮助阮完成你所托付予阮的事项。兄弟姊妹彼此扶持，互相承担教会事工，彼此关心相疼，互阮伫你的疼内面做伙成长，生命真实得到改变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、拥有万美的主，经营甲丰富拢伫你的手中。求你亲自开道路，赐下出人意外的丰盛供应，互阮伫行款过程中经历你的信息甲供应。只是阮也为着身体病痛、心神软弱兄弟祈祷，求你用你的怜悯、慈爱看顾因，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，圣神的气力安慰因，互因用喜乐的心除去因的病痛，互因有一个健康的心灵，成做属灵真正得胜者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首先来吟上用圣诗，圣诗第391首。俄勒天顶主宰，吟诗说，请创书即道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三甲地地，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